拄则讲离记，毋过莫可能摕毋着啊。毋过不要紧，嘛会当甲拄则讲的物件，甲伊较，迄叫做砍锁，甲伊砍锁，安尼讲较简洁。就是讲，知影讲我讲台语有一个，就是无一个对象，一句来一句去。进前我想讲，我若讲踏入去即个台语的科仔，就是较有法度找着即种对象。毋过到呾其实是有读册会，读册会是真好的参与的方式。因为开读册会的人，就是有即个意愿去带领大家带大家去读册，阁会当发表一句两句毋免亲像即个第twins第叫啥？我看一下就毋免亲像即个 Twitter 的台语版阁爱排列安尼可能爱排诚久。就我甲即个 Twitter 内底的台语版甲伊当做嘛是一个广播电台会当听一寡物件听一寡人的台语讲甲袂歹。毋过真正讲爱练讲，就是爱找读册会有的人是逐工，嘛有人逐礼拜其实这就是诚好的资源。我若讲要找一个甲我对谈的对象这是学找，因为现代人拢足无闲。若讲真正有闲土豆伯啊，种土豆的阿伯啊，有可能两个人就较讲无话讲无落来，而且伊台语诚好，伊嘛听我这台语半通使讲甲安尼空的有可能伊嘛是听甲艰苦。就是袂讲一直安尼讲有可能就是句句仔一句两句，无就是甲台语伴伊若来打到见面就会使加讲2点钟。即马是到即种程度尔，毋过参加读册会就诚好啊，毋免讲去找一个对象因为这对象实在是无好找无就是家教一个人对一个人安尼伊就会甲你对谈伊的程度百倍嘛诚好啊。毋过即马我阁有转变一个理路，就是做足侪代志，应该是为着家己，毋是为着即个成就，无就是为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逐个拢伫有即种物件洗脑，就是讲咱做的别项代志若讲无法度摕着头名，安尼无法度摕着讲即个位阶足悬的即个群组，毋是这种产业的安尼就毋免起身毋免伫内底咪争争，会互人失望的。就亲像讲，若讲去做电视是足艰苦的产业阁会替人骂甲臭头，无尊严安着紧选紧走，不如甲即个时间投资去做别项代志，去做上班的坐办公厅的人，安尼嘛会用食就变做咱的理路拢是安尼。若今仔日我去学台语想要加讲台语甲台语练讲甲诚好就是讲甲有进步嘛变做讲就是为着要互别人学咯，还是讲为着讲未来有机会我就会当发展就是讲安怎想拢是为着成就这两个字。若安尼为着别人，互别人学咯为着成就，都会诚艰苦，因为这毋是家己会当控制即种成就的代志
真正无就是爱找着撇步，就是爱去，亲像耍游戏共款吼，拢是爱找着即个撇步，安尼拢爱做变卡的方法吼。当然安尼嘛有可能有一条路，毋过若亲像我即种就是做兴趣的。无就是像有台语讲 YouTube 吼，这一群少年人，因嘛是做兴趣的，就变做讲，哪会拢无啥物人看，拢固定迄几个，差诚济，若甲华语比起来，实在天差甲地。若咱爱用即种理路去看，安尼就会变做诚贤放弃。放弃讲哪有需要拼较辛苦，结果就两个人要伊尔，有时阵是一个人拢无。这就袂使我写册写小说，阮迄时阵写册一群人嘛是拢想讲遐辛苦去写册写故事，这破故事。搁去学画放架像我搁用即个册皮设计软体迄个平台，甲伊装好水水，就袂使讲有一个人写册，伊搁去家己去出册家己去出版家己去甲伊装塔甲足水气的足水的就变安尼。毋过游玩，大家就讲这册内容就是无兴趣，就是无趣味变做你安怎装塔就无效毋过这心中伫咧头壳内底，即种失望、失气、怨叹这我会当体会。迄个时阵，咱写册，阮写册一群人拢是安尼。即马学台语游玩是共款的问题游玩拢做望讲，敢有法度讲做家己有趣味，搁毋是用即种软装一个步数，用一寡步数，就有法度讲得到别人的认同，搁伫咧社会有成就，拢会安尼想。毋过爱调整家己的思想较紧，因为社会会当互你即种，会当互你鼓励即种拢是别人伫控制，毋是家己有法度。毋过改变家己，就是我就是家己爱服务的对象，这是上好一种方法。若为着看袂到的即个社会人士，未来毋知伫倒位做需要看我册的人我嘛毋知伊什物时阵会出世。这种物件拢是互人足艰苦、足想要哭，感觉足寂寞、足孤单。安尼哪会不爱讲我写册就是为着我家己，就是写互我家己看的我不时就会使摕来去笑念学台语嘛共款学台语就是为我家己学的，讲互我家己听的，伫我头壳内底，为家己思考的。就是我想讲，莫甲逐个共款替互人洗脑，拢用家己细汉替即个教育影响的即种中文来思考。我是为着家己互家己有另外一种声音。毋过我毋是为着讲今仔日台语变甲讲伤口足厉害的，逐个拍谱因为讲你若有即种愿望，嘛无的确有法度做会到。过来就是讲，为安怎不爱甲家己当做目的，家己服务的对象，拢爱去看别人，看别人的反应，看别人敢有认同。有可能今仔日拄着即个心情好，家己拍谱有智架。
人工佫换一个，拄着一个哦，伊足鄙视诶。哦，佫甲你口说讲哦，你台语啊，你倒位人啊？啊，足即个面相足歹看。莫为着别人伫服务，我诶目的毋是别人吼，毋是互别人听爽诶。哦，毋是讲今仔日我讲台语学台语哦，互人感觉讲哇，足久无听着，哇，真欢喜。毋是为着别人，是为着家己。若是为着家己，我就是对家己有法度交代就好。啊，别人听较艰苦无艰苦，拢是无要紧诶。就是安尼，这是我即马吼整理出来诶理路。毋茫讲，就是豆豆来爱接受讲家己无遐好诶家己。毋管无论是讲家己写诶册，有可能是一个写诶册无啥物人爱看吼，毋过我犹原是爱我写出来诶册。我即马讲台语，有可能大家袂认同，讲即个台语着无死镜，无好用，怎哪会遐超工？毋过我犹原足骄傲诶，我去认同我即马是伫学诶台语吼。当然有千万人讲你哪会跑去学这？你哪会跑去创啥？做者建议诶。毋过我若是为着家己去做即项代志。我都毋免讲惊见笑，惊讲为安怎逐家吼拢无看着我真拍拼诶所在，因为我是为家己去服务诶，我毋是为着要互逐家看互即个社会讲讲社会有一天会用着诶，若用着我就会当出头。我毋是安尼。我是为着家己，我若甲家己诶理路安尼转换，就诚济艰苦心拢袂伤心啊。有时阵真正是家己拖磨家己吼，是因为家己诶期待，家己诶讲无够好啊，甲啥物人比较，无就是讲我迄较好啊，无人佫犹原无人要伊。这犹原是艰苦，无够好是艰苦。若今仔日练甲感觉讲我进步诚济，我诚好啊。毋过为安怎逐家无重视、无要伊，是佫另外一层诶艰苦。毋过我即马若讲换一个简单换家己诶理路，就是讲我就是为着家己啊。别人艰苦，别人有认同无认同，有要伊无要伊，拢甲我无伫代。就亲像讲我写我诶小说共款，就为着家己写啊真好看。我哪有法度写甲安尼，足精彩诶！我家己认同家己，我就无需要讲看别人去写啥物好看我就食醋讲。哎呀，哪会较好运啊？我嘛写会出来啊！即摆诶人拢爱即种口味诶啦，拢无人做认真去看啥物长落落诶，拢无耐心啊。我若是为着别人，拢会去怨叹讲无人看着，无人欣赏，无人对我来讲就是伤害。少人无人拢伤害，毋过我若甲即个想法转过去，讲拢是为着家己，我就是为着家己用台语去思考，为着家己用台语讲日记。为安怎呢？你若讲找无对象听你讲台语我阁会当家己讲台语互家己听，家己留落来去留一寡记录，这拢是为着家己为着互家己听。我若今仔日讲我就是要做互别人听毋过拢无人会去欣赏，别人拢爱较趣味，讲即个物件迄个物件我若讲是为着要互搁较侪人看着，我就会艰苦，就会怨叹。毋过我若讲心头就是想讲就是
讲互家己听一个记录，而且会使用台语来讲长老老诶话，足骄傲诶。因为即摆时代无共，以早吼做任何物件拢爱成本，因为毋是电脑诶世界。变做有可能你会使家己录音机吼，家己录起来安尼成本是较低无毋对。今仔日就变做我嘛是做共款诶代志啊，就是家己录起来毋过有一个网络即个平台当囥毋免蹲伫厝内摕录音机安尼家己录。其实我即摆嘛亲像安尼，而且是为着家己毋是讲有后日会有人来看后日。后日有人会来看会来听，会来欣赏会来试赞去留话，互我鼓励安尼我就会愈做愈好人愈来愈济我若安尼想，拢是会失望因为拢是为着别人人济人少拢嫌无够所以讲爱为着家己服务家己，这真正诚要紧，就是安尼。